欢迎收看台湾世界，我是阿明张伟明，今日要带大家来看讲日本的新首相啦吼。伊是过去哦，大家要算熟悉的这个里瓦欧吉桑，暑假又是迄地啦吼，咱叫做官议会。那么看到讲拜一的时阵，这日本自民党自家选调党主席，今仔日下晡是伫日本国会众议院内底哦全体会议内底选调日本第99任的这个首相啦吼，但是咱嘛讲到吼，过去因为这个状况无好，身体啦吼，因为身体问题来辞职的这个首相安倍晋三要来甲伊接替，但是咱嘛讲到吼，这是这个2012年12月以后7年8个月来，这个首相吼头一摆来换啦吼，啊官议会过去嘛是讲吼真罕你看。伫这个日本无任何的这个政治派系，嘛毋是讲政治世家来出身。咱讲吼，这个自民党的这个总裁嘛是甲这个首相吼，啊大家都真好嫌讲，这个日本内政一般会较好吗吼？咱嘛一般认为讲，这个苏格桑吼过去吼应该是讲大丈夫啦吼，因为过去伊是当内政吼，但是咱嘛讲到这个外交者可能无遐尔熟悉，有人就讲吼，是毋是要延续到安倍晋三伊布局伫咧地球吼，咱讲全球啦吼，有这个地球仪的这个外交吼，到底是毋是安尼？咱等下好好来看。啊，某人过去讲吼。这个外交政策、外交施政的这个方式，就是讲，唔是去破美国啦吼，啊，伫日本爱追求家己国内的这个安全甲利益啦吼。另外嘛，爱阻挡着中国甲这个罗西亚这个战略，会当愈来愈晚这款状况吼。另外，大家嘛要关心着讲，因为这回吼首相已经换啦吼，所以对日本吼甲这个其他国家，尤其甲咱台湾吼，这个政策到底是毋是延续？咱先带大家来看吼，过去安倍晋三。吼，对台湾其实是真友好的这个关系啦吼，所以咱嘛讲到吼，到底官议会吼起来了后，是毋是对台湾的政策会当来去延续？另外讲到美国，过去日本甲美国拢是同盟的这个关系啦吼，其实这个基础是毋是官议会会甲延续咧，嘛是值得咱去观察。但是咱嘛看讲啊，甲中共的这个关系，过去吼日本吼也是吼自民党家己党内人士啦吼，伊就起口。就破了吼，伊安尼讲，伊主张想要建立一个亲像这个北大西洋公约这个组织 NATO 吼，还要组织伫亚洲版的吼这个同盟啦吼，啊官议会即阵讲吼，安尼可能变成反中的这个包围网啦吼，伊无赞成即款的这个做法吼，所以伊徛着对中共，你就要务实，无要去做围堵啦吼，所以咱嘛讲到即阵日本可能会继续来去美日来同盟啦吼，啊作为一个外交施展这个空间啦吼，啊对咱台湾，还是讲对整个的这个区域安怎来发展，咱今日做回来推论。这边先来邀请咱3位来宾，第一咱邀请东大日本研究学会第一副会长陈文甲。啊，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第二咱邀请到政治大学日本研究学位学程助理教授伊下拉桑。大家晚安。第3位咱邀请到台北医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教授张国成。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所以咱透过连线来连线到驻日记者张木心，你好。大家好。大家好，是啦，咱要先请教咱的这个副会长啦吼。其实咱看到啦吼，这回这个里瓦欧吉桑吼，大家对伊的期待是真深，尤其啦吼，咱讲对台湾这个政策，哇，是毋是会吼？咱讲继续伫咧安倍晋三对友台这个部分继续来去加深落去，你安怎看咧？啊，我是感觉安尼，因为大家来看这个干首相，伊会当选到这个首相呢，完全是安倍甲认为。甲迄个自民党党内各个派系所协调出来，是，所以伊伫这个安倍伊的政策伊一直会当延续落去。但是伊即摆上任的上重要是要做啥物工作，就是内政。OK， 内政两项就是防疫甲迄个经济。哦啊，至于外交的部分呢，我想伊嘛是伫这个原来伫日本甲美国的同盟的关系去深化。OK， 至于对中国、对台湾呢，我想伊嘛是会保持较消极，吼，较消极的一个路线。所谓这个消极是什么意思？就是讲吼，就维持现状就好啊吗？我卖去卡叮当安尼的意思嘛？当然是，因为伊的重点是伫内政。OK， 所以外交呢，伊袂去自作聪明。OK， 造成的迄个四边转会。是。造成四边转会对日本来讲嘛无好的这个。对伊来讲，对自民党来讲，对日本拢无好。
OK，有影啦吼，所以是咱是这个副会长这个观察吼，过去嘛，甲日本自民党有真深的这个渊源伫咧吼。所以咱慢慢的连线咱的这个主级的这个记者吼，其实吼，这个咱会当看到讲第一手的这个资讯吼，尤其咱讲当只当选，这个日本国内的这个情形到底是安怎？咱继续来请教这个张大兄啦吼，你所看到这个情形吼，日本即阵的这个气氛是安怎？我感觉是吼，即卖现在吼有咧讲的问题吼，较重要是讲，咧讲伊即个对日吼，对中的这个包围网吼，敢若感觉互人感觉讲较消极安尼啦吼。OK。但是吼，我一直咧想吼，台湾的生活，台湾人的台湾一部分的生活吼，通常吼拢会直接嘛进入去讲亲中派，还是讲亲台派迄个思维啦。OK。那安尼吼，就会影响到吼对这个外国政治家，还是讲吼对外国的政府吼的政策的评价啦吼。所以一般来讲，咱就是吼避免讲，就是要甲伊封做是亲中还是反中这路线。这应该不是很正确的啦。OK。过来吼，比如讲吼，川普总统啊，这拄啊前的时候，甲咱的蔡英文总统通了电话哦，哇，大欢喜到要死。但是后来呢，出嘛伊搁甲迄个习近平吼，两个过良好啦吼，即摆搁甲习近平拍了18层的地狱吼。你安尼是到底伊是川普亲中还是反中？这吼应该是要吼看当时吼对这个国家的利益是倒位。有影，其实对日本来讲吼，嘛是以国家利益来出发吼。无毋对啊，咱台湾想要求的就是讲吼，要希望就是讲日本伊来讲坚持吼伊的国家利益，对台湾就是有利啦。上惊是惊讲吼，上惊是惊讲日本鼓励一寡吼去顾中国的利益，这咱上烦恼啊。OK。所以这个日本吼，真正甲其他甲美国共款啦吼，国家利益先顾好势，再来顾其他的这个部分吼。咱继续嘛要来看讲吼，这个吼礼外上吼，这个礼外欧之上吼，官议委这个苏家上，伊吼过去其实咱嘛讲到，因兜吼是咧种这个175是啥物？这个咱讲草莓啦吼，草莓啦吼，其实吼伊即阵71岁啊，这个农家出身的吼，伫咧这个秋田家咧这个所在啦吼，日本法政大学法学部政治学科啦吼，即阵吼应该是就讲是这个首相吼，毋是这个内阁总理大臣啊吼。另外咱讲吼，是毋是内阁总理大臣无毋对，伊过去做啥咧？咱讲最去做过这个内阁官房的这个长官，嘛做过这个众议院的这个议员等等啦吼。其实嘛做过这个 Okinawa 吼基地负担减轻着这个担当的这个大臣啦吼。另外邮政法等等吼，各有国家安全保障大臣。其实咱看到内政者真正介丰富啦吼，但是咱拄则讲的，其实伊嘛做过咱讲政府的这个发言人，对内吼真正有够熟悉，但是咱拄则一直咧讨论就是讲外交这地，伊是毋是吼继续去延续这个部分啦吼？伊书记啥物？2019年就是咱头拄第一张图所看嘅，摕到这个礼外这个吼，咱讲2个字啦吼，就是要改这个年号啊啦吼。其实就是吼，迄当阵天王要退位，迄当阵就是这个新年号礼外吼，互大家来讲啦吼，但是迄当阵嘛有另外就是讲，这个平城，这个平城啦吼，迄当阵嘛有另外一个人啦吼。2020年这个9月就是今仔日，这个总裁啦吼，其实咱就讲到已经就任嘛吼，首相含这个1989年咱头所看的这个平城大使啦吼，平城欧吉桑啦吼，共款嘛是发表年号了后，就选调这个首相啦吼。咱继续要来请教伊西哈拉桑，虽然教授再跟你请教了哈，其实我们看到。对于这个菅义伟然后上任，你对他有什么期许，或是普遍在日本的亲友对他有什么期许？好，他这个菅义伟上台的是应该日本的政界来说比较紧急或者是意外的啦，因为安倍就生病了嘛，就是他也是没有自己说过我当首相的怎么样的。不过是当然，我们后安倍的时代应该考虑他是应该蛮看好的一个人呐。后安倍时代，对后安倍时代是一个明日之星哈。对 ，OK。不过是这次比较时间突然的，所以是可能是他还有其他的候选人是忙着准备，不过是应该还是派发的这种的协调之下，有很多派发就支持他嘛。
就他难过顺利当上总理的宝座啦。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他，自民党本身他自己是没有派系的力量，但是这一次他出现是很多派系支撑着他的了哈。所以我们要带大家哈来看哈，要带大家先来看讲，这回哈今仔日啦哈，就是讲伫咧国会众议内底哈，当当选其实伊吼即阵虽然也无民意的这个基础，但是咱看到过去的这个时阵啦吼，是讲未来安怎带领着日本，先做来看。那么看到吼，即个新的局面啊吼，安怎有人吼斗三工去甲伊即个斗杀一个，然后咱讲到关于为上重的即个内阁阁员有啥，然后其实即个副首相吼兼即个财务大臣吼，嘛即个阿扫啦吼，即个麻生太郎啦吼，其实过去甲关议委啊、安倍晋三者吼，大家拢是讲因是即个天三角即个关系啦吼，看会当借着即个阿扫的即个力量吼，帮助即个政权的基础吼，伊过去嘛是即个优待派吼。另外，咱嘛要来讲到吼，即个内阁官房的即个长官吼，伊号做即个是卡托吼卡兹诺布啦吼，其实咱嘛讲伊是原本即个安倍吼，即个内阁的即个副长官啦吼，因为即个防疫工作做了袂歹吼，所以伫媒体上常常会当看到吼，大家拢讲伊是会当信赖即个一个人吼。另外吼，有一个人或者是即个可多吼。塔罗啦吼，其实咱嘛看到讲，伊本地吼是吼，敢若亲像咱的这个国防部的这个角色共款啦吼。但是过去吼有一寡这个言论，可能有较有争议啦吼。但是即阵伊即马转任或者是行政改革大臣啦吼，即马主政就是新政权重视法规的这个改革。另外一个对台湾真正非常的这个重要吼，伊叫做这个其实诺布欧啦吼。咱看到讲，伊坐一届和这个蔡总统来见面，其实2015年的时阵，这个蔡英文总统去日本访问的时阵，伊嘛做接待啦吼。其实伊嘛是定定飞来台湾吼，来甲这个蔡总统来见面，对台湾的这个真正友好。尤其即阵要做的是啥物？防卫大臣，咱讲吼，处着可能两岸也是讲这个，咱讲区域者吼无介头稳定啦吼，所以伊可能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啦吼。继续，咱要来请教教授，咱头头讲到。关议委虽然伊无即个派系即个吼即个部分，但是即回咱嘛即个伊些拉上有讲到啦吼，可能是规个派系甲伊挺起来。即阵即个内阁安尼安排，是毋是有伊的意思伫咧？是甲大家报告吼，就是日本的政治吼，甲咱台湾上无共的所在，伊是内阁制嘛。内阁制就是吼政府的任期吼无一定。亲像咱台湾、美国拢是总统嘛，总统一任就是4年，上济就是一个人做2任就要落。但是对日本来讲吼，啥物人吼，假使得到国会的支持吼，伊会当做这个首相是直接做。所以讲即边吼，伊等于讲是毋免国家大选吼，伊党内家己决定吼，就出一个新的首相。所以讲不管啥物人吼，即种制度之下吼。一定是爱有党内大部分的这个议员的实力的人物的支持。OK， 无的话吼，伊是绝对无可能讲做甲首相啦。亲像美国这种川普这种伊这个新人吼，就是伫选举的时阵吼，就是得到大家的支持，人民的支持，就会当变总统吼。伫日本来讲，这种新人是足困难的。真罕你看吼，足无可能讲变做超过其他的这个较资深的人变做首相。这是日本的政治一个这非常的重要的所在。所以我足同意就是头拄陈会长讲的，就是这个足地人拢同意拢支持这个新的首相所以咧，伊伫人事方面一定是爱甲过去的爱较配合。OK。假使讲你即马拢换掉伊个政权本身可能讲会袂稳定。OK。所以咱会当判断就是至少开始一段时间，伊一定是甲过去安倍的政权的这种这个路线袂讲变化真大。OK。这是第一点，甲大家报告。第二美国的总统伊总统这个落以后基本上就变做一个。这个普通人啦，无讲以前我做过总统，我即马佫继续对政治就有意见，继续出来参加选举，这是无可能的代志。但是伫日本伊是这政治因为伊制度无共，所以讲一个人做过首相，伊无做啊，但是伊可能继续伫咧政府
吼，伫咧震动吼有足大的影亲像响力。这个阿嫂啦吼，马生共款啦吼，而且吼，真正有影响力的人吼，讲实在伫过去的政治，我想两位专家应该捌同意吼，无一定要做到手上吼，伊嘛有可能伫即个后壁吼，发挥伊的影响力吼，吼，这是嘛有可能吼，所以吼，咱判断就是即边的即个政权的这个论题吼，实在是头拄啊，即个石原教授讲啊，就较就是较 suddenly，就是较突然啦。真忽然间就安尼吼，因为这个身体问题，身体问题吼，官议会就安尼起来。对，毋是讲我是选举输，所以安倍落台嘛，毋是讲我这个人民都无甲支持，所以我爱辞职表示负责，拢毋是。所以讲即边吼，可以讲吼未来吼这段时间以内吼，伊咧路线无变。而且伊可能佫继续尊重吼，吼即个安倍吼，因为安倍虽然伊无做首相吼，我印象应该是议员爱继续做，吼议员无辞掉嘛，吼假使讲你真正是身体就无法度吼，伊可能议员嘛爱辞掉，但是你议员无辞掉，就代表讲吼，伊即个继续吼，爱继续伫国会伫即个自民党内部吼。安倍继续啊发挥伊的力量。OK。好，所以咱台湾吼看到就是对安倍未来的路，即个新的内阁未来的路线吼，可能一段时间内无较大的改变。但是咱即马爱关心的就是吼，伊是毋是吼明年吼就会大选。OK。好，大选就是真正一个新的政权的完全的新开始。所以这个是咱第一个观察。是。第二咧，就是我个人认为啦，吼，就是日本吼，伊还是非常关心的，就是美国。美国是11月要大选。是啊。所以讲未来日本的政策吼，不管是对亚洲吼，对这个台湾吼，一定也是会受到新的美国总统。不管是毋是川普继续连任，还是新的拜登起来吼，一定受到美国的政策的较大影响。我想这是咱第二个观察。OK。第三就是即马日本吼，即个经济吼受到即个疫情的影响吼，所以较倒即个较减嘛。即个统计吼，减2%到2%吼，所以讲伊经济的影响较大，所以。即个新的内阁吼，可能是内政问题吼，安怎把个经济甲诱起来，即个带日本吼解决即个面对即个疫情的即个挑战，上紧互日本的社会恢复正常，经济继续恢复即个成长。所以这个官议会责任有够大的吼，因为拄到这个武汉肺炎这个影响啦吼，所以咱讲经济落遐尔济要三成啦吼，所以安怎救经济？尤其咱讲吼，2020年本地要办奥运的，即阵袂当办啊。这个本地吼，这个日本政府就是要甲这吼这个热度啦吼，控一个制度，但是咱看到疫情的影响，所以即阵官议会首先起来就要面对着疫情，要带动经济吼，但是嘛咱讨论讲。日本吼到底因为即回新的这个首相众议院要做一个全部的这个改选无？有遐尔紧吗？有遐尔这个咱讲紧吗？吼，咱先要继续来请教咱的这个伫日本的这个记者张大兄啦吼。咱来看讲吼，日本吼即阵嘛有声音啦，讲到讲这个新的首相菅义伟吼上台了后，嘛有人讲。到底是毋是爱互伊有一个新的这个民意的这个基础，互伊会当本地咱讲伊是一个过渡的这个首相尔，是毋是经过改选，伊当任期变4当，还是甚至较久？你安怎看咧？关于这个改选的问题改善内阁的问题，改善做国会的问题现在声音是安尼，比如讲这个阿寿这麻生是。这个副总理伊昨有讲伊讲来当紧较紧的啦当然这改善国会要有一寡条件，第一就是讲对伊家己的党对迄执政党上届有利的时阵，会声势的时阵改善第一点。第二就是讲要有一个大义名分你是安怎改善国会老百姓才会接受嘛？你无代无去改善国会对。应该有一个迄个啦。即马即个新的内阁即个菅义伟的新内阁伊即马来是当然是看个伊是延到迄个明年9月OK。即个做安倍首相留落来，即个一当啦即个一当应该我想应该会改选啦，会改善啦，改善都要改选嘛。
改选了的时候，伊就变做讲有靠有一个吼，即个菅义伟迄个色彩出来。现在是吼，大概是安倍啦吼，安倍是做伊后壁的即个后盾嘛吼。有人咧讲，一般吼，大家拢了解吼，伊菅义伟新首相吼，伊对外交吼是真较清楚啦。OK， 吼，但是这是延续吼。安倍首相的这个政权吼，所以吼，这外交足强的这个安倍吼，应该做伊的事业演武者啦，外交演武者这无问题。伫背后继续来去帮伊吼，有一寡吼，可能外交的部分帮伊斗三工一下吼，这嘛是值得咱观察这点。咱继续要过来请教副会长啦吼，头拄啊，咱讲这个张大兄有讲到啦吼，其实这个国会若是先改选吼，再来改选吼。这嘛是可能的一个目标，但是咱头先嘛讲到，可能是武汉肺炎疫情爱先救经济啦吼。但是这一个过渡来吼，咱嘛讲到是毋是会延续，还是讲吼有新的这个官议会以官式的这个风格吼，要来带领日本，有这个可能无？哦，我想谈到张教授咧讲这个有关于改选的问题，因为进日本的报纸也是我所听到的，因讲可能会马上改选10月25。改选10月25要改选，我认为是较无啥可能。较无啥可能。因为第一点，因为伊是派系敲出来，OK， 哦，一个较弱势的总裁首相，所以无可能需要改选，就直接变有实权的首相，OK， 甲总裁，是变成迄个派系爱控制伊的，变换伊，变伊有民意了，换伊控制派系，这是派系嘛无要看到的。啊，但是这派系嘛有两难的部分，就是讲，因为伊咱在讲即马决定选了，伊迄个声望嘛真悬。自民党的声望，自民党，我是听迄个，我是看迄个日本共同社讲的，伊占48%，啊，即马先整合的迄个在野党立宪民主党，因是到15%。哇！所以这个时阵呢，是改选一个好时机。哦啊，我是讲这种物件，该观察。OK， 只是依照我去补充一点，就是讲，其实要看伊迄个日本的政策，主要是来看伊的自民党，毋是看内家，因为内家呢，毕竟是拢自民党咧敲出来。啊，我是感觉这个部分就是讲，这个这个官议会，伊无做过自民党的3长，就是迄个干事长、总务长，加迄个政调长，所以伊伫党的辈分就算无拍数，无拍数，所以会当证明讲，伊嘛是一切爱听党的话，因为日本是什么政党政治，就是上做迄个是执政党的总裁上的做首相，所以我来看就是讲，要改选也好，还是讲伊的失评也好。一切拢要听迄个党中央的意见。有影，咱继续来请教这个石原教授了。以下上，刚才我们提到哈，这样子我们看到这个内阁名单，其实亮出来可能很亮眼，但是都是这个我们刚才提到派阀派系所瞧出来的。刚才也讨论到了，就是说到底要不要先解散这个国会了哈，然后再做改选，让这个菅义伟。还有民意的这个基础了哈，然后自民党现在声势也非常的好，尤其对抗我们说的这个在野党来讲，这个民调比例是有点悬殊哈，不趁这个时候改选，还要再等吗？所以这个内阁方面应该差不多公开这个出来名单出来了，不过我还要看他的。日本舆论的反应怎么样？大概1个礼拜，感觉不错啦。还有政策也有疫情的问题啊，还有经济振兴啊，这个应该提出来，让所有的民众的感觉是怎么样的？那个很重要。不过是还有内阁名单以外，我还是注意到的，就是说自民党的一些干部的这个当然干事长是连任嘛，这个2届。还有其他的一些政调、什么会长、什么的，这个也是都考虑派阀的这种的均衡。还有同时年纪比较大的，所以我看的是多平均这个自民党的干部都70几岁了，有是高年龄的啦。不过这一方面是他有丰富的经验，丰富的经验就是说他我这还是要准备选举的内阁啦，选举的政权啦。所以是我觉得还是。他们应该总会在考量，但一方面是1年内一定要解散嘛，
明年要解散了。那时候就看到，哎，野党好像还没有准备好。OK，他们一定要做一些民调了，他们内部民调了。因为自民党的比较痛苦的一些痛恨的一个经验，就是说，马生2009年嘛卸任的时候，2008年他上台的时候，通常日本的总理的民调比较高了，后来做了一些这个乱糟话，怎么样呢？越来越下降了，最后他被迫最后期间就解散就大输嘛，所以是我觉得自民党绝对不要遇到这个问题，所以是可能是这次1个月内民调状况好，我们看的新闻是10月25号会不会解散呢？也有这样的新闻的，是，所以是看，当然也许一些说这个什么风扇筹了，这个是反正就提出这样的，稍微。自民党国会议员稍微有紧张来看待啦，这个我们随时会选举啊，你们还是要准备好一下啦，好好要跑那个选区嘛 ，OK， 这个就是提醒的部分啦，所以我觉得还是，当然这个民调状况，还有如果这个1个月内疫情再继续控制的好，这样的话民众的反应，这个雷娃我觉得还不错啊，那就这样的话，也许会考量啦 ，OK。这个有可能性的。所以这个头拄啊，伊是哈拉上讲的吼，这个改选啊，先改选掉这个国会吼，来进行改选，是有可能。只要咱讲吼，一礼拜看民众国内这个日本国内这个反应到底是好啊唔好啦吼。啊，咱看到自民党，嘛咱看到个风向球是安怎吼来去飞啦吼。啊，其实咱嘛讲到吼，若是真正改选落去，就变真正吼，这个官司。这个风格都要走出来吼，是不是延续着过去安倍晋三对台湾友好这个态势哦，咱嘛是要继续来去讨论吼。其实咱嘛看到讲安倍晋三吼过去嘛启动着台日海洋合作事务的这个对话吼，甲交流协会改做是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啦吼，嘛公开挺台湾参加着 WHO 啦吼。过去这个官议会哦，事实上伊嘛是做这个内阁官房长官的这个期间吼，表达日本政府。伊讲啥嘞？支持台湾会当加入下太平洋这个东岸全面进步协定啦，就是 CPTPP 啦吼，甲世界卫生大会啦吼。其实这个 CPTPP 啦吼，有另外一个真重要的议题哦，可能就是咱讲咱食食的这个问题，尤其是核能食食的这个问题，等下好好讨论。伫在野期间捌访问过台湾拜会过。前总统李登辉，咱讲李登辉前总统，那过身的时阵，伊嘛是去驻日代表处遐来去甲祈求致意啦吼。其实咱嘛讲着真正对台湾也好有这个较优待的这个部分继续要请教教授啦吼。头拄仔咱有讲着咱爱观察着11月初3美国总统大选，这是真重要这个一个部分。过去咱嘛讲着美国甲日本是同盟的这个关系，是毋是拢是爱看着讲？美国总统选举了后，其实咱台湾的立场嘛是徛较亲密的这个立场啦吼，所以是毋是继续延续美日同盟继续优待关于位遮，你安怎看？对日本来讲，伊安全外交上重要的当然就是甲美国的同盟嘛，这是不管什么人做首相，拢无可能的改变啦。而且这个同盟对日本来讲好处真济啦。是。因为咧，第一是保护伊的安全啦，第二就是，这对日本来讲属这代志伊会当讲未直接得失到中国，还是其他，伊会当透过美国来分担伊伫国际政治上伊应该是爱直接面对中国的部分啦。所以讲这个对美国的重视甲我想不管伊是毋是要大选这是应该是继续会安怎做啦。继续延续啦，无论谁会上台，但是第二就是对台湾来讲我感觉这个对做一个台湾人我做一个台湾人，我感觉。咱爱看讲是啥物国家对台湾的政策甲态度应该是先看咱台湾对迄个国家到底有啥物帮助。OK。假是讲咱台湾对伊无啥物帮助咱希望讲伊对咱足好我看是较食力啦。就是讲大家拢会互相考虑到国家利益啦是。咱对日本有啥物好处咧？这个对日本来讲当然台湾过去是优先，而且足侪台湾人去日本观光啦是啊。但是即摆疫情假是还未结束嘅话这点可能就无法度亲像过去有啥物遐尔这个济嘅这个来往第二就是台湾即摆这个美国的这个地吧已经会当
入台湾啦。但是台湾吼，因为过去公投的因素吼，对日本的这个足济权的这个特色的问题吼，还未解决吼，所以讲这个是毋是这问题吼，会继续吼，互日本的提出来当对台湾交涉的这个一个重要的外交问题吼。咱台湾是毋是伫这方面有法度吼，有这个较好的办法去解决？我看即马政府对这来讲吼，可能还未受到这点。OK。第二就是吼，咱即马台湾吼。这个足济的这个议题吼，亲像这个日本上注意上抗胜就是先卡久嘛吼，伊这个吼咱讲的钓鱼台的这个问题，咱的这个政策的态度吼，哦是对一般来讲，咱讲迄个拢是咱台湾就是哦以中华民国的身份，这是这个咱的领土啦。哦，这个对日本来讲，伊嘛无可能伫这边有啥物让步啦。是。哦，所以未来对台湾甲日本的关系吼。应该也是爱继续是找到一个就是台湾、日本会当互相合作的所在。OK。哦，假是无法度互相的合作哦，我看这个关系爱有啥物较大的这个发展吼，这是嘛需要足大的考验。有影啦吼，我想要个先请教一下拉桑哈，刚才张教授有提到了哈，国家利益还是优先，台湾对日本有好处，日本对台湾有好处，可能是这个在。互相友好方面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础基石了哈。那我们刚才张教授也提到，在核食的问题哈，日本福岛核灾这个食品的东西要不要进口哈？尤其我们说公投已经2年了，这个年限也快到了。另外就是在钓鱼台这个领土上面的问题了哈。对2个国家来讲，或者甚至对中共来讲哈，这个问题都非常的大了。你怎么看呢？所以那个台湾日本的关系来说，当然这个。目前我们还是有食品开放的问题，是还是要比较可以说再进一步发展的，也是可以说障碍的。障碍啊？对的，确实这样如此的。不过，是日本的态度来说，不可能这个台湾也有台湾自己的立场，而且这个食品问题稍微有点政治化吧。这个国民党执政的时候，民进党强烈反对嘛，民进党执政就国民党就反对了。这个是还是部分了解，不过是一个日本人来说，台湾本来对日本很好的，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太固执的？可能有些日本民众不太理解了啦。不过这个部分是，我觉得还是因为现在蔡总统这个决定美国猪肉要开放了嘛，所以当然这个部分是。日本方面应该官方日本政府比较不会自己说出来，不过是应该当然稍微期待了台湾方面能不能调整这个部分，这样才有进一步经贸关系的发展、对话的空间。CPTPP 啊，这个问题是也许日本帮台湾讲话了啦，不过是日本感觉上台湾没有自己事情没有做好的 ，OK， 哪有这个可以谈这种的，还是很多挑战嘛，经贸的谈判呢 ，OK， 所以这个部分日本还是希望要。这个台湾方面有一些让步调整，对，有一些调整了哈。对，其实咱头都有讲到这个国家利益这个部分啊，咱甲日本交往，也是日本甲咱交往，其实吼拢徛伫这个互相这个利益上，大家拢爱去小参考一下哈。但是对着这个中共，咱一开始嘛讲吼，这个官议会上台吼，过去咱嘛讲是不是要成立一个这个亚洲的这个 NATO 啦吼，做一个区域和平的这个态势，尤其咱讲。中共真正伫遮起无空，咱头拄有讲到即个岸信夫啦吼，伊要做到即个防卫大臣啦吼。啊，对日本即个吼无定时的即个炸弹啦吼，其实嘛是爱好好来考虑，尤其对中共的即个态度，看讲遮吼关议会，甲其他的即个内阁是安怎来看吼？伊讲会延续到过去日本、美国同盟吼，但是保持伫咧美中2大国之间。同款嘛是为着日本国家的利益来去做一寡考量，做一寡思考啦吼。另外第2位嘛看到讲行政改革啊，这个大臣吼，这个河野太郎吼，即阵吼是这个迄当阵做这个防卫大臣的时阵吼，捌表示讲中共已经是日本安全的这个威胁啦吼，讲话讲甲真重吼，嘛表示讲这个钓鱼台这个部分吼，真正若是有需要要甲中共真正来一场。大胜吼，另外防卫大臣，咱头都讲到，甲台湾真正友好，这个部分主张日本、美国甲台湾进行安全保障的这个对话，哇，这可能对台湾来讲是真正非常大的这个意义，嘛是向前一步啦吼。另外讲表示美国比起甲过去吼支持台湾，吼这嘛是讲可能使中国吼无欢喜吼，但是这个状况
日本安怎行动就变甲真重要吼。继续，想要请教副会长啦吼，咱自这防卫大臣岸信夫安尼这个讲话，真正若是讲日本、美国、台湾进行安全这个保障对话啦吼，对中共来讲真正不满，但是这一定要去做吧。感谢主持人。我是感觉安尼，坦多迄个两位教授有讲到讲，当然日本呢自为1945年到打70几年，一切伊的政策拢总是以随附美国，随美，来进行不管伊的内政还是伊的国防安全，所以人我定咧看伊迄个外交的白皮书，还是伊的政府的事情，拢是以美日的公平为上重要的基本。所以我感觉对日本来看，美国是讲会当通过美国的信任甲支持， OK， 自然呢，就当达到日本上大的利益。这是利益。共款，迄个他那主任所讲的，这个日美台要进行安全的保障对话，老实讲嘛是需要美国，嘛是需要美国啦。是因为美国甲美国甲日本上大的无共款所在。虽然咱感觉讲，日本较无像美国遮大方对官方的一个联系，因为美国甲台湾有一个叫台湾关系法，是，但是台日之间无任何的法律的保障，所以既然甲日本共款拢是随美，应该是安怎呢？就是讲透过美国来台湾牵成。第二点，现主是我大家先来介绍一下，阮这个学会呢，就是所以就是二轨，就是二轨，就是啥？政府是一轨 OK， 阮这个学者甲民间是二轨，透过阮学者甲日本，阮有固定一年拢开一个叫做台日战略对话，这个部分，我感觉这段时间我嘛这里有一个成就，是希望讲政府会当继续支持互阮这个学界去做这个从二轨的接轨，慢慢甲延伸到一轨，就是非官方，正式来个官方啦吼，这非常的重要啦吼。所以不管如何，既然日本甲台湾拢是以美国的意志为理志，应该是要和美国来联系这个代志。OK， 是安尼，这是较有可能性。OK， 咱就继续来请教吼，咱伫日本的这个记者张大兄啦吼。其实咱头都有讲到，即阵吼真正日本、美国、台湾若是要做一个安全保障的这个对话，真正要看美国这个面相啦吼。但是咱嘛讲到，若是真正这个对话一开始。是毋是中共会无欢喜啦吼？其实咱头拄嘛讲到吼，真正莫甲即个亲中反中一刀甲切开啦吼。安怎来看讲即个会议到底进行的可能性是安怎咧？咱继续来请教即个张大兄。我是感觉吼，即个日本、美国吼、台湾即个安保的即个吼，对话非常重要吼。比如讲即个岸信夫啊，即么咧做防卫大臣啊，上的大臣吼。是。伊过去旧年底吼。我能去interview过吼，也专栏过吼，伊有强调吼，伫发表一个台湾危机一本的杂志啦吼，是，伊强调讲吼，一定爱吼强化吼日美台吼安保的对话啦，是，即摆拄好做防卫性的大臣啦，所以吼对即方面呢，伊应该是真注意啦吼。所以伊即个做新的内阁吼，新的监议会内阁吼，对即个吼中国亲中吼亲美反中吼，应该会使安尼讲啊。但是伊讲卖对中的包围网啊吼。所以我是安尼感觉吼，因为吼伊拄啊开始尔，伊是对这外交吼无啥个吼，拄啊开始尔吼。伊当然吼，伊个性是非常冷静啦，非常沉着，这大家拢知啊。伊有那就一大掌柜架势啦吼。OK。拄啊上台尔，骹步都大家袂知咧，都要甲中国小争吼，这应该是较毋是现实啦吼。基本上日本的宪法哦是专守防卫啦吼。OK。所以伊根本就无军队啦，你无军队是要哪去包围中国？ OK， 这无可能嘛。所以伊讲的是非常保守的讲法啦。来，伊主要是美国啊，这老大啊，若讲安怎，你日本我就做安怎，安尼就会使啊。这
做外交方面哦，是这个做安保哦，前首相哦，那个斗下手啊，防卫的部分、国防的部分是安心如啊，这拢无问题啊。所以这个内阁哦，基本上哦是非常的稳啦，非常的稳啦吼。其实咱嘛讲到这官议会上任吼，尤其是稳先优先啦吼。其实咱嘛讲到吼，日本吼即阵做到，咱看到美国甲这个中国两个火车头咧相容的时阵，日本徛伫非常重要这个位置啦，尤其是区域平衡者，尤其伫东亚吼、东北亚遮吼，真正是真重要一个角色伫咧吼。咱嘛来看讲吼，日本即阵新的这个首相吼，大家安怎来看讲伊稳定区域平衡，先做伙来看。荷兰叫做是内伊娃欧吉桑，今年71岁当选日本自由民主党总裁的官议会暑假。学者认为，官议会就任了后，一定会继续安倍时代，维持台湾和日本友善的关系，也会替台湾加入国际卫生组织。不过，在经济和贸易的这部分，也有一寡挑战。马政府后期，或者是蔡政府之后，就非常稳定的。而且民间的这个彼此的感情也很好的。不过当然台日之间，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福岛县食品的一些问题，还是稍微有点障碍的。不过，台湾和日本这阵并不是邦交国的关系，加上日本在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接受北京一个中国的立场，日本和台湾的互动常常目卡目手。学者认为，台日的关系若要深化，要安怎重新启动经济伙伴协议 （EPA） 的谈判，会是一个观察的重点。台湾甲日本的一个投资的保障这个协议，李马前总统先做一半，对吧？啊，咱剩的这个一半，我都来继续无吼，就是台日会使来签一个EPA，和咱台湾甲日本的这个贸易关系都较好。台湾是日本第4大贸易伙伴，去年去日本的台湾人就有500人次，对日本来台湾的人也有200万人次。台湾和日本也是印太地区重要的民主国家。随着暑假官议会就任，台日的关系会安怎有变化，也是各界关心的焦点。记者民进田有水台北报道。是咱讲到这个台日这个友好这个态势，应该是未有真大这个改变哈。尤其咱讲美国这个日本是同盟这个关系，咱嘛是较这个亲美的这个倾向哈。但是嘛有人讲这个官议会有人惊伊是亲中派，教授你安怎看呢？我想日本不管什么人做首相中国是上大的贸易的这个同伴啦这个同伴啦，所以讲一定要重视对中国的关系，这是一定的。但是是不是重视对中国的关系，就一定是亲中？我看这个爱是看伊未来的政策的效果来判断。OK。而且咧，对中国来讲，日本嘛是伊上重要的一个外交的对象。所以讲中国本身因为美国伫后边嘛，所以讲中国假是无非常大的理由伊嘛无可能讲主动甲日本来发生武力的冲突。OK。所以伫这种情况之下我看这个不管什么人做首相这个中国甲日本之间的外交的活动继续这个高层的访问可能伫明年豆豆会来开始。OK， 所以有人讲这个习近平本地要过去这个日本来访问，今年是拄到这个疫情的关系啦。但是官议会上台了后，你讲习近平访问的机会有，但是可能不是今年啦我想今年剩无几个月所以今年的可能性可能无大啦。是。但是未来可能伊这个国家主席无去，但是外交部长去高层高层，这我想是有这种的机会啦。但是这嘛无一定代表讲对台湾就有啥物这个不利的影响因为讲实在，日本甲中国建交嘛40年啊，伊这种访问嘛是真济真正常所以上重要的就是啥？上重要我个人认为就是咱台湾爱安怎想讲伫这个关系咱的实力要加强，而且要考虑到咱的这个外交的这个朋友的这个想法亲像咱台湾我个人认为是咧上重要的所在就是这个对了解日本的人不管是专家还是这个民间的团体，还是政府官员应该爱增加来培养。OK。安尼咱会当了解讲日本较社会较深。
吼，较这个较重要的这个想法，吼，完全拢是吼靠这个新闻吼，这个直接的关系吼较少，这个对咱台湾发展对日本的关系吼，这个是较无好，吼，而且咧，这个对日本来讲吼，我个人认为吼，咱台湾应该要看到日本的宪法。日本的宪法吼是一个和平的宪法，是吼，这个战后吼，因为日本迄时阵吼，迄个宪法这个制定的时阵受到吼，这个发动战争的可怕，所以日本的宪法吼就伫迄时阵就定讲，袂当用这个战争吼作为国家的政策。吼，袂当发动战争吼，作为国家这个工费。吼，这个我想吼，这个宪法是毋是会改吼？因为日本爱修宪法吼，嘛是足困难，嘛是真困难爱公道啦。吼，所以即摆是毋是这个已经变做一个共识吼？我看吼，可能还未。但是咧，假使日本宪法无修改吼，这个日本对台湾的这个安全吼，咱就袂使讲咱的安全讲啊靠日本。甚至咱咪袂当讲，完全靠美国，而是咱靠家己的这个拍拼，吼，家己的这个增加这个强化，我感觉是上重要。这个教授讲到真侪点吼，第一个是咱甲日本的这个人才上的这个培养吼，安怎交流上吼，另外就是讲日本国内吼到底这个宪法要做一个修订一个无吼，尤其咱头拄嘛讲到吼，这个安倍晋三吼长期咧推动。要修改掉战后这个美国人所定的吼，袂当发动战争，日本的这个宪法吼，要甲自卫队啊，还是讲自卫战争权吼入去甲这个宪法内底。啊，关议委吼，其实嘛有讲到，伊要同意修宪啊吼，但是安怎落实的，就是讲吼，继续来去杀个好。这落实的部分安怎实践嘛，是大家咧去讨论的吼。继续咱个先来请教咱的副会长啦吼，其实咱头拄讲到。宪法是一个重点，啊，人才培养是一个重点吼，尤其你人才培养，其实你长期做这个非官方的交流啦吼，这部分台湾人的少年人较欠少嘛。是安尼，我伫政治大学甲中央大学拢有伫教这个日本的政府甲政治，所以谈到补充讲这个宪法呢，因为宪法伊需要通过，就是要修改第9条，就是包含迄个政治的部分。第2就是96条，免啊修改。是，伊即摆96条是较晦气的所在，就是爱有30，等于众议院甲参议院爱有2/3通过。是，以后公投爱过一半。哇，哦，这是有一个双门槛的问题。这个坎真这坎这坎真悬。是安怎？当这时，迄个自民，迄个安倍在职的时阵。伊甲国民党有联合讲要修宪，因为超过2/3，但是伊是考虑到民意。因为日本人这70几年来受到安平和平的生活，所以因对这个无兴趣，嘛反对。所以这要送呢，安倍时代都杀袂过啊。我想，第期来官委嘛歹杀。这是我第一讲。第二就是讲，我嘛真符合张教授的意见，就是讲，因为咱台湾呢对第一日的人才太少，太少。所以讲，搁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讲，台湾人呢较无爱过日本读册，因为读了回来嘛歹找头路。啊，所以呢，我是讲会当希望讲，台日之间若要搁较深化的交流，就是爱培养人才，培养互咱台湾人去日本读册，也是日本人来台湾读册，会当创造因的就业，也是迄个研究日本这个机会。哦，这是我想这就是上好嘅解决的办法。有影啦哈，所以咱继续要请教一下啦上哈。刚才张教授提到了哈，我们这个人才哈，日本学了哈，大家学日语哈，过去学得很新，但是真正要把它成为一个学问的这个风气好像没有很足了哈。那另外就是讲到这个宪法的部分，过去日本也享受了这个70年和平安全的这个部分，现在去推动宪法，的确有难度了哈。这个修宪的部分，当然安倍也要继承这个接班人的这个姿态要上台嘛，所以是应该还是要修宪的部分是一定要说继续推动的。对。不过是我目前为止这个看到菅总理的这个发言呢态度来说，过去对修宪的问题没有那么积极的。没有那么，一个是说没有那么热心呐。我觉得，因为现在日本的环境来说，并不是修宪优先处理的问题。应该搞好经济。除非东北亚的安全环境极度恶化，像2014年、15年北韩的问题、中国的问题，不稳定才有
推动安保法嘛，是，所以是没有这样的极度恶化这样的环境，应该目前多操作所限的空间很有限。 OK。我觉得应该监以为没有什么优先推动这个东西。哦，头拄啊，这个伊莎拉桑讲到吼，就是讲这个修宪即阵啊吼，其实这个日本人可能无遐要义啦吼，这个可能因为咱讲，甲这个发动战争，日本的这个宪法吼，真正要去做一寡这个大改变，除了有上门槛7/3，啊，还有这个50%以上这个公民的这个意志啦吼，啊，日本现主席的这个公民的意志可能嘛毋是伫遮。第一要义就是讲吼，日本的经济安怎吼摆脱掉武汉肺炎这个疫情啦吼，尤其咱头拄嘛一直讲到，伫咧疫情的这个搅扰之下吼，已经延伸到明年7月吼，这个东京奥运咱嘛讲吼，本地是这个2020年吼，这个伫咧7月吼，即阵嘛看无吼，所以望这个加一会当来去进行吼，但是这个加一到底日本疫情会当控制好势无，也唔知影啦吼，所以有人嘛讲这个奥运可能嘛无要搁办啊，这嘛是有这种声音啦吼。另外就是讲，因为可能嘛是真正是疫情的这个影响，咱头拄一直讲到衰退差不多3成吼，安怎带领到日本的经济真正徛等去这个春天啊，看到春天来临啦吼，啊摆脱掉这个经济这个消退啦吼。过去咱嘛讲安倍晋三有3支剑吼，这3支剑过去有影有拍了真好的这个一站，但是嘛有较消退这个一站，但是官议委吼，这3支剑安怎来继续搁甲写出去咧？哦，我是感觉，按有看一个现象啊吼，因为谈到讲到咧河野，这个河野本来是做迄个所谓国防部长，是，哦，就是因的迄个防卫省的代事，伊去做行政革新，就是表示讲，现在要做这工作，伊这工作对迄个官首相来介重要。OK，因为长期来呢，这7年8个月安倍的执政，就是先听因的这个关系无好。第二点。日本的技术官员，因的技术官就是公务人员，甲所有因的政要关系嘛无好，政要的问题，政人无法度去实现。OK，所以咱就看讲官议委，即阵有较有这个魄力无吼？魄力，互咱讲规个这个整个的这个部分会当带动起来、串联起来。就是讲要透过合约来上因的机构改革，就是讲3支剑啥也袂成功，就是第一点，伊敢若靠 EQ。哦，强硬的这个政治啦，领袖这个 charisma 可能较减去啊，所以即阵集体的这个力量吼做伙一摆，咱嘛希望日本更好，甲台湾的关系嘛真正改好了吼。今日非常感谢3位来宾，多谢。